女子無駕照賽車就路去共弄着，事後竟然找翁婿來擔罪，結果互警方看破，這聲兩翁仔某攏有代志。監視機畫面，車真濟，一台白色轎車直行，攏就準備要切出來轎車，弄一個好轎車的萬把水落落來，白車有豆豆停落來了後，警方到現場了後發現講，駕駛是一個查甫的，不過感覺唔對，因為現場有人看到。然後我想說，奇怪，他怎麼都沒有看到有人下車這樣子？怎麼有人從副駕駛出來？一個女生，對，然後可是一直沒有看到，駕駛的那個車門那個地方有人下車這樣子。後來那個女生人就離開了這樣子。警方後來調監視器，發現講肇事駕駛確實是查某的，是安怎無看人？展開調查，原來代志發生佇7日下晡的5點外，西王小姐經過高雄苓雅區公華一路時，弄到轎車後，找因翁來冒充駕駛，講要去載囡仔。發現駕駛者為翁女，本案翁女起始前未禮讓行進中車輛，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，最高可處64800元罰鍰。車主呂男違反同法第21條第6項及第7項，處36000元以上6萬元以下罰鍰。這個肇事女性的駕駛，除了要面臨無駕照賽車的罰金以外，因翁嘛要為伊冒充駕駛行為付出代金。Hello， 我是雷亞，想要搶先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